上一集就講過咧，高蛋白質抗炎減脂。今日教你咧點樣可以輕鬆達到蛋白質嘅攝取量嘅。雖然咧知道蛋白質好重要啦，但有好多咧返工嘅人，又或者媽媽咁，根本上冇時間咧煮自己嘅早餐，甚至乎係食唔落咁多嘅肉類嘅。喺呢個時間咧，補充品就係一個好嘅工具啦，方便我哋日常補充啊。當我哋咧喺正餐嘅時候食唔夠乳清蛋白同埋植物性嘅蛋白質咧嘅補充，就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噶啦。特別咧係適合好忙嘅上班族啦、運動員，仲有咧長者嘅喎。唔單止啊，仲有我哋呢啲為緊母乳嘅媽媽咧，都可以能夠咧快速咁樣補充每一日嘅蛋白質需要。我而家咧每一日咧都要照顧2個小朋友，根本上搞得佢哋嘅嘢嚟，自己咧都唔得閒食早餐，所以咧我嘅早餐一定要快靚正。咁我咧就會準備咧一個營養蛋白素啦，同埋一個佳能蛋白質粉，仲有呢個電動攪拌機啊，將水同粉咧加埋落去咧，撳個掣就得啦。其實一杯營養蛋白素咧就已經可以快速咁樣咧補充足夠嘅蛋白質啦，同埋均衡嘅營養啦。如果你係大食啲嘅朋友，你仲可以喺飲完杯營養餐之後咧，再食一啲你中意食嘅嘢啦。記得啦，喺整個過程裏邊咧，我哋要揀咧優質啦，同埋咧冇添加咧嘅蛋白粉咧，因為咁樣係對我哋濕疹嘅皮膚嚟講係非常重要噶。食啱蛋白質，再配合埋一啲簡單嘅運動咧，你嘅線條就出咗嚟啦，亦都皮膚會變得更加靚嘅。如果你覺得我呢條短片有幫助嘅，麻煩你幫我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啦。下一次再見，拜。